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今天的崇拜，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设备，我们今天也有手中堂的一些的服饰，我们的后面这些的地控的人员，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服饰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为我们今天早上复活节的清晨主日，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赐给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有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在这里面每一天也都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给我们满满的丰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新似一天，每一天都有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垂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开始我们的宣召。上帝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上帝呢？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接下来由这个手中拿来为我们献词。题目是 Jesus Love Was My Soul。谢谢我们的喜乐手中堂。亲爱的上帝，恳求你成为我的主，完全掌管我的生命。在这复活主日的早上，我们满心赞美你，以平静感谢的心来感谢你的赐福，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得着祝福，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将这事奉靠主耶稣的名头。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一同在主的时候能够来一同来敬拜主。在这美好的日子，特别在复活节的时候，若我们身体许可，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上帝。神是那掌管万有的，他必带领我们一同同行。
请会众起立，使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信仰。信上帝，全能的造物，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好，谢谢我们的敬拜小组。接下来是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的题目呢，在诗篇的118章1至2节、14至24节，旧约圣经的645页。那待会由我念白色的启文，那会众念黄色的英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是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你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接下来的经课的话，由我来词汇来带读。那今天经课的内容是《使徒行传》第10章34到43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3日，上帝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接下来是哥林多前书15章19到26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接下来的读经有词汇这边，是在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新约的98页。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挪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2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2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3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里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利的玛利亚和约亚娜，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起住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前看，见细麻布不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接下来是
因为我们的诗班为我们献诗。
谢谢十方美好的献诗。接下来的转入以及正道跟牧师。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的回应非常的好。各位，以前早期传统教会里面，在牧师在这个复活节的讲道的前面，大声喊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弟兄姐妹都会回应阿们，他复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都还记得这样的一个传统。因为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要过的，很多人都以为说圣诞节很重要，当然圣诞节很重要，因为耶稣是为了爱我们降生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而死。所以复活节跟圣诞节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愿上帝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今天要来为一个家庭他们的一个转入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这个家庭的家长姓冷，叫冷明祥弟兄啊。那但是名字姓冷，但是他不冷啊，他是热的啊，好不好？他是热心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他姓冷，他就是冷的，不是，他是很热心的。还有他的姐妹庭轩，还有这个他们的儿子这个陈恩，他们今天要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这样的一个庆祝这样一个复活节的节期，并且他们要下定这样的决心，要转入到我们的荣光堂里面来。荣光堂是上帝的家，也是我们众人的家，所以我们在这里最美的地方就是，不管我们是高官贵族，或是贩夫走卒，不管我们今天的职业是董事长，或是摆地摊的这个小贩，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家的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看到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回到神的家中，能够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向神献上感谢跟感恩。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爱心跟接纳，能够来让我们的家人在家中里面看到我们跟家人美好的这样的连结。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是火热的，是兴旺的，能够融化一切的这样的冷漠，融化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冷淡，让上帝的平安临到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所以我们要邀请明祥兄、还有庭轩、还有陈恩，请你们到台前来，好吗？好，来，请你们站在前面好，来，请你们转过来转过来。好，各位，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这是今天要转入我们教会的家庭在我的左手边这位，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冷明祥弟兄。好，这是我们的冷弟兄好，那我的右手边这一位就是他的姐妹，叫做庭轩姓聂好，那中间就是陈恩，就是他们的孩子好，所以这个家庭要转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是何等美好跟幸福的事情，让我们的家里又多了家庭的成员，我们向神献上感谢跟感恩好，那请明祥兄你们转过来好吗？好，那当然我们要证明一件事情，他们不是被逼的，也不是被强迫来的所以我们要在众人的面前要来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问问题。那问问题这是必然的，为什么？表示他们是自己自愿的不是别人把他这个压着来的好，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明祥兄、还有庭轩、还有陈恩，你们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要来听这样的一个询问，然后让你们来做一个应答跟回答好，我们的冷弟兄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属上帝的，要保存到永远。上帝设立教会，目的在劝勉人敬拜他，施行他的教训和真理，保持基督的团契和管教，栽培训练信徒，领人信靠耶稣。现在你们家庭明祥兄、还有庭轩、还有陈恩你们站在众人面前，你们已经受过洗礼，也得到教会的教导。这时候我们要公开来宣认你们的信仰。好，请来听我所询问
你们愿意忠于卫理公会，并借着你的祈祷、见证、聚会、奉献、服务而有份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事吗？愿意哈。好，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应答。那我们相信我们的冷弟兄他们全家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也能够带来给我们教会极大的祝福跟帮助。如果弟兄姐妹你愿意能够来每天为这个家庭祷告，那我们就请我们从位置上能够站立起来，然后我们来为这个家庭的转入，我们来献上祷告跟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把冷弟兄他们全家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的家是蒙福的，他们要转入到我们的卫理公会来，愿施恩看顾，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享受真正的丰富跟恩典。你的平安赏赐在这个家庭的当中。为明祥兄、为庭轩姐妹、为陈恩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他们是蒙福的，他们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庭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他们都十分的蒙恩。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来为你们祝福。但愿无所不能的上帝恩惠，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常与你们中间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冷弟兄，请你向后看哈，向你们往后来看一下。每一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要为你们祷告哈，所以弟兄姐妹，你站起来要为他祷告哈，每天要为我们的冷弟兄的家祷告。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加入到我们的当中。好，弟兄姐妹请坐。那冷弟兄，请你们一样转过来哈。这个还没结束，为什么？因为好戏还在后面哈。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我们的天一兄哈，来致赠我们的这个会友证书，还有我们的转入礼。请我们的天一兄代表教会来致赠。好，来先借我一下。先给各位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的新的会友证书。所以各位，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会友证书，请赶快跟我们的干事报名，然后我们可以领取这个会友证书，就像身份证一样，你会在这里领受到这个会友证的时候，不管到任何的卫理公会去，他们都接纳你成为这边的成为卫理公会的会友啊。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合一，成为一个家庭的人啊。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致赠我们的这个转入礼。好，对，好来。好，谢谢。好，请回座，谢谢。好，当然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想要送礼了哈，但是想要拍照，但是我们请会后再来，好吗？愿上帝祝福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在我们讲道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常常带着平安跟喜乐。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年轻人，男生，那他想要追一个女孩子，那他这个用很多的力量，用很多的力气，想要去追求他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姐妹。那但是呢，他跟这个姐妹来表白的时候，这个姐妹其实不太喜欢这个男生，所以后来他就跟这个男生讲，他说：“我不希望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各位知道这个话其实很伤人的结果后来这个年轻人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讲说：“其实你长得很漂亮，不要这样的自卑好吗？”听得懂意思吗？谁是牛粪知道吗？这个男生他就就是说，这个不要把自己当牛粪了，其实你很漂亮的其实是本来是这个女孩子想要亏这个男生，但是其实后来就转变了。所以各位，其实幽默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应该是一个美好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能够常常感觉到会心一笑喜乐，这是好的，让人不要觉得基督徒是很冷漠的，或是觉得基督徒是很好像很无趣的，好像每天都硬邦邦的。其实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有上帝的祝福跟恩典在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
其实最好我们带自己的圣经来哈，这样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比较好来阅读。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知道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节日。那我不晓得各位知道，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记号。各位知道，圣诞节的记号是什么？知道吗？哎呀，这个恐怕我们的主日学要加强一下。圣诞节的记号是什么？知道吗？马槽啊，马槽啊，对不对？还记得吗？耶稣降生在哪里？马槽嘛，对不对？好，那各位知道复活节的这个记号是什么？知道吗？等一下，我们先讲一下哈，要小心哈。我们最近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请大家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哦哈。我们要这个中间要插一下广告，还是要保持一下社交距离。转角遇到爱，当我们很希望，但是不要转角遇到疫情哈。很多人会以为说复活节的象征是那个兔子，有没有？我们在小时候念那个英文课本的时候，都说那个兔子啊，或者是那个蛋，有没有啊？复活节的蛋好像是这个复活节的记号。各位知道复活节的记号是什么？知道吗？十字架是受难日，礼拜五的时候叫受难日，对不对？十字架，耶稣受苦那个是十字架。复活节的记号是什么？知道吗？就这个啊，叫做空的坟墓。好，所以各位。空的坟墓是复活节的记号，所以表示耶稣基督不在这里，他已经去哪里了？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有的人会问说：“我们天主教的这个十字架跟基督教的十字架怎么会不一样呢？”因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个上面，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了苦难，胜过了死亡，胜过了这一切的世上的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使我们也能够靠着他来得胜。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一个相当美好的经文，在礼拜天的早上，这也跟我们为什么要在礼拜天做礼拜有关系。各位知道犹太人他们在什么时间做礼拜知道吗？礼拜六，对不对？礼拜六是叫什么？叫安息日，对不对？一个礼拜，上帝创造一切所有的时候，工作6天，然后第7天叫做什么？安息日。所以犹太人他们要在第7天的时候要完全的休息。那为什么我们做礼拜，基督徒做礼拜不是在礼拜六，而是在礼拜天？各位知道吗？为什么会在礼拜天，不是在礼拜六？照理应该是在礼拜六啊，因为这个礼拜六叫做安息日。那为什么我们是在礼拜天做礼拜？其实就跟复活节是有关系的。耶稣在礼拜五的时候，这个是他的受难日，对不对？礼拜六隔了1天，第3天的早上叫做礼拜天的早上，清晨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在庆祝的是礼拜天早上基督复活的那样的一个喜乐跟喜悦。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过礼拜六的安息日，我们是在过礼拜天的庆祝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的每一次的做礼拜，其实都是一次的欢庆、赞美、感谢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活了，他活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特别的信息要给我们各位，请大家看一下，在今天信息里面第1节跟第2节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第7天的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7日的第1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一起念来。7日的头1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弟兄姐妹，这个画面是一个很生动的画面。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坟墓居然石头是被滚开的。早上我们在台语堂的时候，它的这个台语的话里面叫做“割溃”，割溃的意思就是那个石头它是滚过去的，滚开的。所以它是滚开的。7天的第1天的时候，就是礼拜天的早上，这些妇女她们来到坟墓里面，这个石头已经打开了，结果里面这个坟墓是空的。好，牧师要请问各位一下，各位知道为什么礼拜五耶稣放到坟墓里面去，然后过了
一天，第3天，这些妇人才到这个坟墓里面去找耶稣。各位知道为什么吗？礼拜6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在礼拜6他们是不能够行动的，不能够任意去走动的，所以礼拜6要全部都要安息，对不对？好，所以第7天，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早上的时候，这一些妇女她们终于可以去到耶稣的坟墓去看耶稣。各位，以前的犹太人他们的丧礼跟我们台湾有点像，但是不完全一样。他们的丧礼是这样，各位如果有看过他们的记录的话，他们会把这个已经死的人，他们就放在坟墓的里面，他们会用这个细麻布包裹起来，然后会用香料把它裹上去之后，避免它太快的腐化，所以他们会有一段时间的哀伤期，他们会去到坟墓里面去抹这个香膏，或者是去放这个香料，让这个死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不会太快的这样的这样腐化，然后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有点像我们台湾人讲的叫捡骨，知道吗？捡骨就是去坟墓里面去把那个骨头收起来，然后放在瓮里面，这个叫捡骨。那所以他们的习惯是这样，但是各位其实不要误会说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进到那个墓穴里面，其实能够在墓穴里面，这个是有钱人才会有的。这个是在考古当中，在以色列那里考古的一个地方，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耶稣的坟墓哈。各位，就是这个是他们认为考古的地方，就是这里是耶稣的坟墓。但是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耶稣有钱去葬到这个坟墓里面，为什么？其实这个坟墓是另外有一个人叫做亚利马太的约瑟，这个约瑟这个人他是一个官员，这个其实是他的家族的墓园。那家族的墓园他是要做什么用的？就是他的家人或是家族如果过世的时候，包括他自己如果过世的时候，他们就要放在这个这个坑里面哈，这个石坑里面，然后在那里，然后来等候这个捡骨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有钱的人才能够放在这个坟墓的里面。耶稣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去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去接纳他的尸体。所以只有这个亚利马太这个有钱的人，这个有钱的官员，他是暗暗的做基督徒的。后来他就把他的坟墓借给耶稣，让耶稣能够放在这个坟墓的里面。那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拿石头，圆的石头，把它滚在这个坟墓的面前，把它贴着，这样以至于他不会去这个跟外界接触，减少那个跟外界接触的机会，让他可以缓慢的在里面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防腐的状况。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坟墓。所以当这些妇人他们去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记载的话，其实每一卷福音书都有提到有关耶稣在坟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那些的罗马兵丁他们还要守在那个门口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人都害怕耶稣讲的是真的，所以很多的这些大祭司或是这些的犹太人，他们请求罗马的兵要去守在这个门口的地方，以至于怕说万一如果他的11个学生万一把他偷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为了要防止这个谣言，所以他们就有严兵驻守在这个地方。但是当7日的第1日的时候，这些妇人他们去到这个坟墓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我们来看一下第3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本来是要去致哀的，他们本来要是为耶稣哀伤的，但是当他们去到坟墓那里去的时候，居然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会说他大概是被偷走了大概是这些门徒他们要制造这些的谣言。各位知道其实那个时候门徒在什么地方知道吗？他们是躲起来的，没有人敢承认跟耶稣在一起。你知道连这个最勇敢的彼得，他说主啊，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要跟着你。然后这个耶稣在被鞭打的时候，他跑去哪里知道吗？3次不认耶稣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很怕说跟耶稣有牵扯的。为什么？因为
万一我跟他有关系，哇，天哪！万一兵丁抓我怎么办？所以11个人其实是不在的。这些人他们没有机会去偷耶稣的身体，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好，我们看一下主耶稣说了什么。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读这里好像觉得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好像这个话不晓得耶稣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各位如果看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什么样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宣告？除非是胜过死亡的那一位才能够做这样的宣告。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但是没有人真正看过有死人复活的，没有人真正看过死人真的活起来的。但是耶稣宣告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的人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有时候想要去告诉人，或是想要让别人知道说耶稣真的复活了，很多人会说：“那你拿给我看。”各位，他不在那里，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空的坟墓就代表那个记号，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神明，或是被要封为神的人，或者是那些这个叫做伟大的先知的人，他们的坟墓还在。各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释迦牟尼，知道吗？他还有几颗牙齿在台湾呢？各位知道这个？我们去马祖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去马祖的时候，有很多地方都说妈祖就是葬在这个地方的。各位，很多地方都有妈祖的身体鹿耳门也有，然后在妈祖那边也有，很多人都说这是妈祖的身体，这表示什么？他还在，但是谁不见了？耶稣不见了。连麦加那个地方都葬着穆罕默德的身体在那个地方，唯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妇女们，她们看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她们怎么样的回应？第5节，我们来念一下第5节的地方。第5节，我们一起念来：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2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坟墓是死人的地方，死人的地方不会有活人的。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找活人呢？这些天使他们跟这些的妇女讲的这样的提醒：不要在这里找了，因为他已经不在这里，他是活的，他是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上帝看成是死的，那个死的就是好像他的手很短，脚很短，他必须是要靠我去服侍他，他必须要靠我去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活的，我们要经历的是耶稣怎么样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怎么样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活的每一个人活出来就像耶稣的生命一样。我们再看一下第6节，耶稣复活之后，这些天使怎么样来告诉这些的妇女？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早就已经告诉这些的门徒，告诉这些的妇女们说：我要复活了，我要上十字架，但是我要复活，第3日我要复活。各位，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在听讲道的时候很不注意听，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不太注意听老师在讲什么。当然我们要感谢这些同学们，他们有时候很诚实我记得3月中旬的时候，我跟师母去凤山的教会聚会，然后那时候凤山的高牧师他就在台上跟弟兄姐妹讲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牧师上个礼拜讲了什么吗？结果有一个姐妹她就讲说：牧师你讲的我们都还给你了。她是一个很诚实的姐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诚实的姐妹。其实各位，如果牧师问你说上个礼拜牧师讲什么，恐怕大概也没有人知道了但是不用担心，我们牧师没有考试，千万不要觉得牧师要考试，没有耶稣在那里复活了，他已经不见了。第一个信息传给了谁？是传给了这些的妇女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妇女们，她们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弟兄姐妹，耶稣复活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谁，知道吗？
告诉了这些的妇人。各位知道耶稣降生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谁知道吗？牧羊的人，那些在旷野里面牧羊的人，上帝把信息告诉他们说，在大卫的城里要降生一个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早期的妇女是没有受教育的，当时早期的妇女她们是在社会阶层里面是比较低微的，当时早期的这些牧羊人，他们在社会里面阶层是很低微的。刚刚提到了耶稣的学生，这12个人，12个门徒，每一天跟耶稣在一起，他们每一天听到耶稣讲道，他们每一天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每天跟耶稣在一起。这些妇女们，她们只是供应饭食，或者是支持耶稣的宣教的事工，她们不一定每天有这么多时间或是机会跟耶稣在一起的。各位知道，那些常常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些人，他们反而忘了耶稣的话。这些妇女们，她们可能也记不得，但是当她们记得的时候，当他们听到天使这样宣告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立马回去做什么？去把这一切的事情告诉11个使徒跟这些其余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用的人，有时候不一定是要完美的人，上帝有时候要用的人，反而是那些人看作卑微的，或是看作没有学问的。这些人怎么可能会讲这些话？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人，他们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上帝透过这些的妇女去宣讲他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上帝使用不完美的人来做完美的事，上帝透过一些不完美的这些工人来做他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也透过你，也许你的学历并不完全，也许你的工作并不那么好，不那么出色，但是上帝还是可以透过你来传递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昨天我跟我们当中有一位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跟他来做一些的交通。那我提醒了一个事情，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所有当成人主日学跟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还有包括牧师自己，我自己本身，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师大毕业的，我们从来没有从师范大学里面去有那样的一个学习，或是拿到那个证书，说我们是老师，所以我们可以以招公信，说我们就是可以教导学生的这样的资格。但是我说，凭什么我们来教这些孩子们，或是凭什么我们来当老师，来当这些的成人主学的老师，或是来当牧师，或是来当这些的教导者？凭什么？凭的不是我们的学历，凭的不是我们的能力，凭的不是我们的学位，凭的是我们被神来呼召做这样的事情，而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的呼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你要当一个主日学老师，你要当一个这个教导者，或者是你要当一个指导者，你必须要拥有什么样太多的学历或学位。当你愿意去宣讲耶稣的时候，当你愿意去向众人见证耶稣的时候，这些妇人他们反而是能够教导这些11个门徒的这些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我什么都不行，好像上帝就不能够使用我们。上帝使用不完美的人来成就他完美的事工。有一次有一个国小老师，他们要带小朋友去这个户外教学，然后他们的户外教学的工作，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学习怎么做那个红豆饼。各位知道红豆饼是什么东西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会在外面看到有人在卖那个红豆饼，有没有或者是有奶油口味的，也有红豆口味的，那个一个圆圈的那种红豆饼。然后这个老师，这个小学老师，他带着学生们去围在那个摊位旁边的时候，他跟这个小朋友讲一个事情，他说：各位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请这个老师来教我们怎么做红豆饼哦。这个是一个卖红豆饼的阿伯，一个很年长的一个老人家。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相当的激动。他说什么？他说：我没有学历，我小学都没有毕业，我只是那一个红豆饼的人，但是居然今天我可以成为这些孩子们的老师。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别人的老师，不是你比别人学历高，不是你比别人能力强，也许你可能小学毕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使用我们能够来宣讲他的话。不是今天你要教人家国语数学，今天不是你要教人家社会科学，都没有。你要教什么？你要单单讲的只有讲耶稣基督。这些妇女们，她们复活节的第一天早上，她们看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她们回家第一个要告诉人的就是告诉那11个门徒，还有其他的众人，耶稣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11个门徒，他们每天跟耶稣在一起，但是他们却没有去看到耶稣的复活。但是这些的妇女们，她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她们马上可以去跟人分享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在乎你的学历学位，而在乎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马上把这个话能够传递出去。所以11节我们来看一下1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提到了这11个人，他们每一天跟耶稣在一起，他们每一天都听耶稣讲道，他们每一天都跟耶稣一起生活，他们知道耶稣讲什么。可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却不相信？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好，先问一下，为什么是11个门徒，知道吗？少一个是谁知道吗？犹大那时候已经不见了，对，犹大已经不见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虽然牧师数学不好，但是不是少一个啊，因为那个人已经不见了。好，所以11个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使徒，而且叫使徒的这些人，他们以为是胡言，他们不相信这些的妇女们他们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要眼见为凭，但是有没有人去看到说，当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虽然我们跟人家介绍那个看不见的主，但是我们好像在介绍告诉人的时候，是那个好像是看不见的主，但是我们好像看见了，我们真的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到那位你看到的复活的主？那个妇女，那些妇女们，她们经历到，她看到了，所以她能够去讲这些的事情。虽然学历不高，能力不强，但是我能够去讲复活的耶稣，这是上帝给的极大的大能。25年前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然后我跟一个大妈，一个阿嬷，在门口发这个周报，就像各位当招待的时候一样。那这是我实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当我在发周报的时候，我们这个阿嬷，这个大妈，她在做一件事情。她除了发周报以外，在永和那个地方来来回回很多的教会，很多人从那边经过，从那个教会楼下经过。这个阿嬷她做一件事情，她看到经过的人，她就跟那些人讲说：“来信耶稣啊，信耶稣很好，欢迎你来教会，来信耶稣，信耶稣是很棒的。”你知道我待在那里，我不敢做这个事情。我是神学生，我念了很多的圣经，但是我不敢去告诉人说，请你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很棒的，来信耶稣很好的。我待在门口，我不敢做这个事情。我说这个阿嬷为什么她这么厉害？她可以去介绍告诉人家来教会来信耶稣，信耶稣是很棒的。她亲身经历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耶稣是不是你亲身经历到的？还是你只是听到的，是一个知识的，不是你真实的经历的？我们来看一下12节，彼得他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事情。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11个人他们都不相信。刚刚讲了哈，这个有一个人已经不见了，11个人他们都不相信，只有这个彼得，他还抱持着什么？我去看看，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好，所以彼得他至少在这11个人当中，他还算是比较有追求的。这11个人当中，彼得有追求，他去到那个空的坟墓里面去看什么？他去看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结果当他去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细麻布是在一处的，他就回去了，心里就稀奇所成的事情，因为里面是空的，所以他只好回家了。但是为什么细麻布捆在一处，知道吗？各位刚刚提到了那些丧礼，他们犹太人丧礼的时候，他们是用细麻布包裹的，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尸体包裹之后就放在那个地方，但是细麻布里面是空的，没有了。彼得亲自跑到坟墓那里去看，没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至少彼得是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人，他真正去到坟墓那里去看。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人家传福音给我们，我们就马上的拒绝，或是人家教导我们，我们马上的断然说我不接受，我不相信。我们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可是至少这个彼得他愿意去，我去看看，我去了解看看，是不是真的发生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除了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彼得跑去以外，其实还有另外有一个人。各位如果有机会查考圣经的话，约翰福音20章第3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门徒跟他一起去的。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当然，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个另外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跟耶稣一起跑去坟墓那里，要去看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是很理性的，很多人是必须要通过我的理性我才能够信主的。那么请你试试看，请你真的跑去那里，去遇见耶稣，去跟耶稣见面，去跟耶稣见到面，去看看耶稣是不是真的不在了，他是不是复活了。很多人只是嘴巴里面讲说那个我不相信不接受，但是很不晓得说你应该需要去认真的去找到那个答案。理性的人要真正的去找答案，真的要去到那里去看看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我不是说你要跑去耶路撒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要做什么？你要真的了解是不是耶稣真的活了，从你的生命里面，从你的一切的你看到的人事物里面，有没有看到耶稣活在那些人的心里面？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从床榻上再醒来，但是一定有一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必要从坟墓那里出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有一天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常常在丧礼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提到这样的安慰，其实那也是我们的确信，有一天我们必然要从坟墓里再起来。信上帝的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要得着的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耶稣好像是一个样本，或者是耶稣好像是一个模型一样，或是已经做出来的成品一样。他复活的身体就像那个生命一样，那个真实的一个实体，叫我们看到说，以后我们这活的人，或是我们这些人，将来我们也要成为这样的身体，成为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要从那个坟墓里面再出来，那些我们过去所看到的人，我们过去所认识的人，他们要再一次的从坟墓里面出来，而我们活着的人，我们将要转变成像耶稣那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跟身体。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或许很多人不相信，但是对我们已经信的人来说，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一个事实。所以对很多人来说，现在的时候是一个浩劫或是没有盼望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代里面带来复活的盼望，让这个没有盼望的地方能够带来希望，带来平安，带来真正的祝福跟恩典。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各位知道以色列的国歌，他们其实有一个名字，以色列的国歌叫做盼望。各位如果有机会到 YouTube 上面可以去听这首歌，他们的歌词，它的那个标题叫做盼望。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一直对上帝有这样的盼望，这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因为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他们有盼望。所以这个国家即使在2000年被灭国之后，他们仍然2000年后可以再一次的复苏起来。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看到的是负面的，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然而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这一切都将要过去，上帝的祝福跟改变就要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得福的确据，那个得福的确据就是耶稣的复活是活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确据在我们的里头。所以 John Owen 这个人他说，上帝已经将带着复活的这个福分的应许赐给他的百姓，好让他们能够在实施典章的时候能够来分享，能够来得享他的同在，并且能够蒙他的赐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的活在我们的里面，信的人我们就得着这样的福分。那有的人说我没有看到耶稣，那怎么办呢？约翰福音20章29节，我们来看耶稣给我们怎么样的应许。20章2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0章29节，一起念来。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真的复活的耶稣，但是耶稣应许说，看见才信的。但是很多人是没有看见，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他们是更有福气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像早期那些的基督徒，他们遇见了那个复活的耶稣，但是我们在里面活的耶稣，跟那个当时2000年前他们看到的耶稣是一样的。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第二个，基督的复活使我们不再惧怕，不再怕什么？不再害怕死亡，不再害怕这些的灾难，不再害怕这些的伤害，不再害怕罪的问题，因为基督已经救了我们，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不要怕，只要信。活着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再被定罪了。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不害怕死亡，因为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里面。我很喜欢这一首泰戈尔的诗，他说什么？他说：“主应允我，我虽然软弱，只在成功中感觉到你的仁慈。”就是他觉得只有在成功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上帝的恩典。他说：“但让我在失败中找到你的手来紧握。”愿上帝帮助我们，不管成功或失败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不是成功的时候，上帝与我同在多一点；即使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找到神的手来紧握。第三个，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全然得胜。所以基督徒，我们因着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得胜的。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天天与基督一同的来经历复活的生命。所以千万不要再觉得自己自怨自艾，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我不能做什么。因为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他活着？因为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基督现在仍然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确据，那么你让基督的复活的生命进入你的里面，耶稣真的住在你的里面，让那个复活成为你的真实。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全然的得胜。这个翻译叫做胜利，神是我们胜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复活节是要让我们每天过得胜的生活，经历那个得胜的生活。上帝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是得胜的。你可以胜过忧郁，你可以胜过死亡，你可以胜过恐惧，你可以胜过很多的你以前没有办法胜过的。靠着耶稣，我们全然的得胜了。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耶稣为我们死，说我们要活着为着耶稣。愿神带领我们。人从什么地方看到复活的基督？是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复活的基督。耶稣活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透过复活的基督，使人看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得帮助，并且得力量，能够胜过世上的一切。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常在你的里面蒙恩。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邓大。接下来是喜乐手中团献诗。
背诵2次。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路加福音24章6节。他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路加福音24章6节。接着是我们的回应诗歌。今天的诗歌是因他活着，心灵粮食第4版50歌手。
会中请坐。接下来我们唱歌，我们同一家人。大家第二遍的时候可以用手代替握手，不难。会中请坐。那接下来我简单报告一下这个教会消息。今日为复活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于你。那教会将会发送每人一份复活节彩蛋，欢迎至招待处领取。还有，今日成人主日学暂停一次，下周恢复上课，请大家注意。那接下来由社青加弟兄补充报告一下这个教会机修的事。弟兄姐妹平安。来跟大家补充报告一下，我们有一个教会小组的一个 T-shirt。那因为这个我们要制作教会的或者是小组，那我们在设计上面以及我们颜色经文其实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讨论。但我们最终有一个共识，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教会。对，那所以我们的设计的理念就是如我们这样的一个简报里面。那我们的 T-shirt 呢，我们就按下一页。所以我们把教会呢放在我们的 T-shirt 上面。对，那主要的版呢会有正面、背面，然后以及我们的右袖口右的那个右边手臂的地方。对，然后还有一个左下角有一个 ABC， 就是把我们的问题或者通常的英文把它做一个缩写，在我们的右下方。对，然后经文的话是我们的诗篇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神是给我们一个教会，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共同的信仰就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T 恤上面，在背后。那我们的教会的 logo 呢也在我们的背后。那原则上呢一件的话，差不多上面是写说395元我在想说我们就是直接400块。那大概5块的费用的话，大概是用在我们的学青他们在事工上面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件收400块。那再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对，那原则上我们目标大概是100件了。那目前社青大概自己的我们已经定了大概40几件，然后各小组他昨天有回报给我，所以我们想说离这个目标相对不远的，那请大家再一起推动一下这样子。那登记的部分的话是在我们的
到就是干事的地方。对，那我们的全尺寸从小孩到3XL， 对，都有，所以可以期待你的尺寸应该是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对，那期待大家能够一起支持我们的教会小组服务。那理论上这个服装呢，不是个人穿的漂亮，而是我们希望可以用在教会的小组里面的各样的事工。那大家可以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整齐这样子，所以才制定一个小组服。那我们的颜色的部分的话，我们只有单一颜色，就是我们的深蓝色。对，深蓝色就是我们右边的部分。OK， 那其他的颜色的话，也许未来有浅色系、白色啦，或者是什么，那我们就有一个下一个目标。这样，以上报告，谢谢。同时补充报告一下哈，各位知道那个我们今天手中团他们穿的这个 T 恤，就是请伟强哥站起来一下这个不能没有你，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教会他们设计的那我觉得很多人手上都有这一件。那我希望我们荣光堂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 T 恤穿着出去，那大家看到这是识别，这是我们的荣光堂的衣服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也支持我们的年轻人，因为我们的社青、我们的学青现在正在蓬勃的发展中特别感谢我们的传才兄夫妇他们还有若雨姐他们很用心在投入。那所以我们的青少年真的是一直在增长跟兴旺当中。那我们也期待给他们有这样的支持。那不但是给他们支持，我们自己也能够穿着，然后让你们可以成为有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不强迫的，所以弟兄姐妹也不用觉得好像是不是一定要不一定就是你如果觉得你有心愿意可以来支持这个青少年的事工我们很欢迎但是你会觉得没有我衣服很多没关系，那也无妨。但是这是一个支持的一个做法希望可以帮助青少年，让他们能够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得到很好的装备跟造就。那有意愿的可以到办公室来看尺寸登记。那接下来包括肢体消息为施打第3剂的会友在施打中有平安，施打后有良好的抵抗力来做祷告，以及为身体不适及长者们在交替时都有健康的身体来代祷。接下来会中群起立，3一受。赏赐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在你恩典的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受。